带我来青楼，还和这个女子。你好像一个都没有吃啊。好吃。公子，你方才上了南海宝志，牡丹可来道谢。不用谢。牡丹长暖，公子可要到我花果中一叙？不用了，我们走吧。公子，哎，这位姑娘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得自重啊。这位妹妹，你可真爱说笑。这自重的姑娘哪有来这百花楼的呀？百花楼？是呀。你是说这是青楼？是呀，妹妹，您别这个脸呀。刚才我的侍奉，公子可挺开心的，还给了重赏呢。是不错。带我来青楼，还和这个女子。哎，什么青楼？哎，小刘莹，你别碰我！小刘莹，你怎么了？不刚刚还好好的在吃栗子糕吗？我这么担心你，大晚上的满街找你，你却去那个青楼，让那个牡丹花伺候，还带我去青楼。看见你生气的样子，我的胸口好痛。原来心疼比心动更难受。我不知道百花楼怎么就变成青楼了，但是如果你不喜欢，那以后我们就不去那了。那，你是怎么认识那个牡丹花的？我是去看《白蛇传》，发现栗子糕挺好吃的，才带你去吃的。看来是我误会你了。不过那个青楼是绝对不能去的，好吗？好，